第11天，祈求上主監察。詩篇139篇23至24節。神啊，求你監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試驗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看我裡面有什麼惡行沒有，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。主啊，求你監察我嘅心，試煉我嘅意念，顯明一切隱藏嘅偏差同埋不義，引導我走在永生嘅道路上面，使我唔隨己意而行，只係順服你嘅真理與光。阿門。